天也未光就开跑，1万名跑者甲新营体育场客家满。今年台南400体育局特别规划马拉松挑战赛，沿途路线规划地形工时基础开垦的5营，增添历史氛围。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西北尝试，但是报名非常踊跃，也大出我们意料之外。也期待大家都能够跑出我们新营的好山好水，在沿途好的风光，大家其实可以饱览西北地区很漂亮的风景。赛事分成3组，42 K 全马900多人报名，要争取加招摕奖金。半马21 K 有7000多人，起跑的时阵开了半点外钟，也有5公里的人工组。这场马拉松呢，奖金高达400万，那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民众，一共有11000个人。当中也有来自台南姊妹市康体育友好城市等11个国家375名选手参加。跑者伫走的同时，除了有美食补给，也会当感受台南的人文风景。完赛物资更是丰富，其中奖牌的设计是相当有纪念意义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